喺新加坡站，法拉利再一次經歷一個災難嘅星期，而呢一個星期發生嘅嘢，亦都影響住呢一支車隊場內場外嘅氣氛。咁到底今個星期紅軍又搞乜鬼呢？ Hello， 大家好，歡迎繼續收睇 STB TV， 一個專注研究 F1 賽車嘅 channel， 分析每一場比賽嘅各個精彩時刻。如果大家都中意呢一類型嘅片咧，記得訂閱呢個 channel，like 呢條片 share 俾你睇 F1 嘅朋友，支持我哋嘅。同時都可以 follow 我哋嘅 IG， 嗰度會更加多嘅 F1 資訊，帶你輕鬆認識 F1。法拉利嘅戰況 keep 得住嘅，繼續失望，真係勁啦！自從比利時之後咧，車隊除咗意大利站唯一一場係冇出問題可以順利完賽之外，其餘嘅比賽每場都有唔同嘅甩碌情況。比利時咧鹹爺嘅 Spring Weekend， 匈牙利鹿仔行路打倒褪，荷蘭站嘅 Double DNF， 阿塞拜疆戰術大師幫鹹爺慳胎慳出禍，喺比賽裏邊再嚟個讓位擺烏龍。以上呢啲一接連災難表現都令到車隊兒歌地位不保，被表現回勇嘅平治超越，更加俾後面嘅一人車隊連贏2場嘅 Verstappen Racing 紅牛至真拉近到得返9分，隨時一連3哥嘅位都保唔住嘅。2年前新斯以車上策略大師令到拉里成為全年唯一可以擊敗 RB19 嘅車隊，但可惜賽車不似預期，但係跑咧都仲係要跑嘅。法拉利自從比利時站嘅未懸掛 upgrade 之後咧，就已經決定 Next year is our year。相反，平時同埋紅牛各自都逐啲拎啲更新出嚟，令到佢哋開始甩隊。同時佢哋發威嘅時間都係練習嘅，名副其實嘅星期五車隊。咁喺排位裏邊咧，兩部車排第6同第7，分別落後頭車0.53同埋0.626秒。睇翻數據喺 Delta 嘅時間上面咧 ，Sector 3嗰個位兩架車基本上都飛晒上嚟嘅。其中鹿仔更加係 Turn 13咧輸咗0.878出嚟嘅。不過咧當中都要恭喜鹹爺嘅，暑假之後第一次喺排位裏邊懟冧自己隊友。作為車迷都睇到悶悶地嘅時候，身為車手嘅洛克萊當然就燥咗啦，打晒軚盤。垃圾週末。喺賽車設定上面，鹿仔同鹹爺各自揀咗一套完全相反嘅方向。其中咧，鹿仔又揀咗直路速度嘅，換言之咧 trade off 就係彎裏面嘅抓力低，所以可以見到咧喺 Turn 7之前嘅直路咧，可以比自己隊友快接近10公里嘅。但係老實講咧，根本就冇乜點贏過。加上鹿仔最後一水又犯錯，改善唔到時間，所以鹹爺就可以排贏隊友。其實經過咗大半個賽季嘅適應期之後，我同架車嘅配合變得越嚟越好。我都幾滿意自己嘅表現，第6絕對唔係一個好嘅成績。我覺得我哋係可以排喺更加前嘅位置，無奈我哋條軚好易過熱，基本上每個禮拜都會有呢個問題，所以正賽要挑戰前面真係有啲難。真係好煩，真係好煩！我自從 FP 一開始就覺得架車好難揸，架車喺每一隻彎嘅動態表現都唔同，根本做唔到啲靚嘅圈速。而今次排位就正正發生呢個問題。你話唔失望就假啦，但係都冇得唔接受。順帶一提咧，其實之前都有提過嘅 SF25有一個主要嘅死因就係因為佢哋喺車高嘅設定上面係冇辦法揾到一個適合嘅高度，咁太低就驚好似中國站咁俾人 DSQ， 太高咧又唔夠快嘅。令到佢哋排位嘅表現一直都維持一個差嘅水平。咁去到正賽可以見到鹿仔起步醒神嘅，鋪下威之後已經過咗隊友鹹美頓，再喺 Turn 1咧插到個靚位外線超越安東尼利，攞到個花心位望住兩架木瓜車喺 Turn 3嘅內鬥。之後喺第2到第16圈期間咧，鹿仔啲圈速咧普遍都係比 Kimi 仔快嘅，或者就叮當慢後，就算 Kimi 仔可以殺到埋都係有得睇冇得食嘅。不過中途喺第5圈嘅時候，工程師 Brian 喺無線電咁樣同佢講：你需要鬆油轆車喺 T14同 T16。簡單啲嚟講咧，就係叫佢喺剎車點之前一段距離鬆開油門，令到架車可以咧自然咁慢慢收慢，再踩迫力，從中減輕剎車嘅力度。而去到第19圈，鹿仔主動問起點解要咁做嘅時候 ，Brian 先同佢解釋：因為車尾2個剎車碟壓力唔平衡，搞到左尾剎車碟過熱，所以我哋而家一定要靠鬆油轆車等佢可以散熱。但係到咗第20圈開始咧，因為準備入站，而且 Antonelli 殺到埋身，車隊咧叫佢可以停止啲 fan coast。之後咧 Antonelli 喺第25圈嘅 response 都冇影響到鹿仔嘅，但係所謂悲情車手咧係名不虛傳嘅。第28圈，我哋又要提早鬆油轆車啦。呢個時候 Antonelli 喺後邊已經追翻埋嚟1秒嘅 DRS 射程範圍，而按照邏輯都會知咧，當前面架車接近每隻彎都提早30米鬆油轆車嘅時候，圈速一定係慢好多嘅。但係考慮到呢一條賽道爬頭咧係要考牌嘅。一係咧就搏到盡剎車出時要退賽，一就係保守啲守住後面。咁正常咧都知揀邊個啦，但係唔知點解搞下，最終剎車過熱嘅問題由尾剎車去咗前剎車嘅。去到第41圈，我哋而家可以 push 翻唔使鬆油。但係10圈之後咧，我哋又要再鬆油轆車。跟住鹿仔就開始爆收聲啦！
唔該，我哋成場車都係喺度提早200米收油兜車。不過咧鬧就鬧完啦，但係嘢都係要照做嘅。佢一直都有保持啲 fan coast 到終點線嘅，以第6名完成。鹹爺咧喺比賽裏邊都係一樣咁難搞嘅，佢喺比賽裏邊都試過提早鬆油碌車，不過密度就冇鹿仔咁高。並且第47圈因為 Lawson 拉火車拉出嚟嘅50秒進行一個免費嘅 pit stop，換上咗排位用過但係累積咗3圈壽命嘅軟胎。出嚟之後咧，同 Kimi 仔爭22秒，16圈裏面咧連續7圈每圈都比 Kimi 快2到3秒，到最後3圈嘅第59圈有 DRS 㗎。正當你以為咧法拉利終於可以攞啲爬頭畫面嘅時候咧，鹹爺嘅左前迫力同鹿仔一樣出現過熱嘅問題，相信因為比賽大半段前面見唔到，後面又未追到佢，未試過 full push，所以剎車嘅問題冇浮現嘅。但係相反喺最後呢16圈，每一圈都推到盡，搞到剎車力度不斷增大。其中喺第59圈嘅時候咧，鹹美隊已經同車隊講過話剎車感覺有啲奇怪，要踩到好深先可以剎到車，已經象徵住剎車失效嘅先兆。而呢次咧唔係單純過熱咁簡單啊，係完全冇咗剎車。喺畫面裏面可以見到咧，佢架車喺入 turn 16嘅時候，左頭剎車位置冒出火花，大量碳粉噴出，代表剎車系統嘅高溫咧直接搞到成個左頭剎車碟化成粉末嘅。而呢個故障亦都令到鹹美頓損失咗車頭一半嘅制動能力。簡單嚟講咧，即係轉唔到彎，令到佢嘅圈速驚人咁慢。其中喺第60圈比後邊嘅艾朗素慢足足27.562秒，而當日大家做出嘅 pit stop 時間大約係23至14秒。但因為有40秒嘅領先優勢啊，令到佢繼2020年嘅英國站3條胎贏車之後有一巨獻，0.416秒僅僅壓過虎視眈眈嘅艾朗素。不過可惜咧，最終都係難逃一劫嘅，因為多次走出賽道，促使 FIA 喺賽後1個鐘之後決定罰鹹爺5秒，導致佢最終又跌翻去艾朗素後面。眾所周知咧，陸克萊係出自 Ferrari Driver Academy 嘅，初級比賽嘅時候一直都有法拉利嘅支持。2018年上到 F1 都喺當年法拉利嘅姊妹車隊 Sauber 出道。1年之後咧，拉高倫願意退落嚟俾位呢啲後生仔上。佢自己咧對法拉利嘅熱愛，對教父 Jules Bianchi 嘅遺願咧，令到佢喺法拉利咁多年嚟，就算幾唔掂佢都忍氣吞聲。喺呢7季嘅拉力裏邊咧，乜嘢小丑操作都試勻晒。換胎失誤啦，引擎故障啦，排位戰術失敗啦，工程師神溝通啦，就算咧遇到最垃圾嘅策略團隊，佢都同一眾 Tifosi 一樣保持同樣嘅心態。歷史一 is our year 足足咗7。老實講咧，實力佢絕對有嘅，但係可惜咁多年嚟冇一架可以足夠佢全季爭世界冠軍嘅車。其實佢同韋少一樣都係90年出世嘅，韋少咧已經揸住4屆世界冠軍嘅時候，鹿仔依然都係 Laughing。佢創下最令人印象深刻嘅紀錄咧，就係 F1 史上最多鋪但最少鋪 to win 嘅魔咒。而經歷輪迴又輪迴咁多季法拉利之後咧，新加坡站前後都陸陸續續有傳言流出，佢係正喺度揾緊其他車隊嘅。雖然佢目前份約係2029年先結束，但係據講佢打算同車隊提前解約，就喺2027年之前轉投其他車隊。咁下年就睇下架車掂唔掂，唔掂咧就揾路走。目前嘅傳聞咧係指出佢分別同平治、麥拿倫同埋 Aston Martin 進行過秘密會面，近日都傳卡迪拉對佢有興趣嘅。不過呢啲可能都係天方夜譚，相信佢都唔會冒咁大嘅風險走去搏啲前路未明嘅車隊，範圍最多都係局限於其餘3大車隊之中。但係紅牛咧明知下年副引擎唔掂㗎啦，而平治已經有羅素同 Antonelli 兩位年輕車手，麥拿倫話晒下年都係傳聞係平治副計最掂嘅，身為用平治引擎嘅佢哋理論上都可以 keep 住個勢落去。兩位咧都應該唔會突然間唔玩嘅，除非好似當年嘅 YouTube 寶咁。Aston 咧都有 Forever 嘅史道爾，最多都係 Uncle 嗰個位可以望下，但係同少爺一隊咧，鹿仔制唔制呢？所以基本上前列車隊根本上就冇空位俾陸克萊加入。不過所謂空穴來風必有因，咁多間媒體都有報導嘅話，肯定鹿仔係揾咗車隊傾㗎啦。但係又可以諗下咯，如果比起今年再衰嘅都試過，冇理由而家先走嘅。而且根據阿 John Elkann 咁講，法拉利嘅賽車傳統係品牌嘅核心，而係 F1 裏面攞到冠軍係必須嘅。呢度係我哋欠咗一班車迷，我承諾大家 we must win。既然咁樣講得咧，鹿仔應該都未必走啩。咁最近法拉利嘅花生真係特別多啊！有媒體報道指出，車手同車隊技術上面出現咗衝突，因為鹿仔今年咧係多次對 SF25呢一部車作出批評嘅。咁呢架車係慢啊嘛，而眾所周知法拉利嘅奇怪傳統就係乜鬼都可以鬧，但係就唔可以鬧部車，好似係唔知咩邪教傳統咁樣。除此之外，根據 F1 Insider 報道話咧，法拉利嘅總裁 Elkann 考慮以 Christian Horner 取代現任領隊 Frederic Vasseur。咁報道裏面提到咧，Horner 已經同前嘅助理 Fiona Harrison 達成呢一個庭外和解，會取消原定喺下年進行嘅審理工作。
而 Alcon 對目前法拉利嘅表現係極之唔滿意嘅，佢離世界冠軍仲有一大段嘅距離，因此傳出佢希望以前紅牛車隊領隊 Horner 過去20年喺 F1 車隊撥亂反正爭冠嘅經驗去幫法拉利重振雄風。然而咧，如果呢一項人事變動真係發生嘅話，亦都可能意味住法拉利將閂咗向 Max Verstappen招手嘅大門。因為據多方傳聞咧，紅牛車隊內部嘅動盪同 Horner 離職風波密切相關嘅，炒咗 Horner 甚至被視為係韋斯塔本留隊嘅先決條件之一。但老實講咧，真實發生嘅機率相信非常之低嘅，因為法拉利啱啱先喺7月同現任嘅車隊領隊 Vasseur 簽咗佢哋俗稱嘅多年合約，冇理由會突然間褪軚㗎。而且紅牛土崩瓦解嘅始作俑者就係 Horner， 而家咧請個瓦解王朝嘅人翻嚟，唔通真係想法拉利去到世界末日為止都攞唔到世界冠軍咩？如果真係成真嘅話，你係咪可以見到咸美頓同埋 Horner 嘅世紀合作呢？咁最後今條片就嚟到呢度。其實 Niki Lauda 喺51年前講嘅一句，一針見血㗎。而你認為咧，嚟緊嘅最後6場比賽，法拉利有冇機會再上頒獎台呢？咸美頓其實係咪真係上咗賊船呢？歡迎留言討論嘅。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我唔知 Horner 嘅傳言喺邊度聽翻嚟，不過對我哋成隊車隊嚟講，確實好滋擾。而家其實好明顯，車隊已經表明咗立場，佢哋已經同 Fred 簽咗約。我同 Fred 以及成隊車隊都喺度為車隊未來努力工作。呢啲傳言對於我哋嚟講冇任何嘅幫助，對於我嚟講，一切只係望住前面嘅目標，為下年打好基礎。不過我覺得 Horner 入法拉利絕對唔係一件好事。